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类嘅节目。哇，今日大家咧讲嘛，介咧今日嘅主题非常嘅有意思吼。大家题目其实科学是推动你社会进步嘅同理了关键。不过科学咧只词吼，大家听落都想哇。当然，不过其实有啲当缺。今日大家咧了解係嘅五線嘅科學家，嚟到底科學家對呢社會地圖做埋嘅角色，有埋嘅關鍵嘅貢獻咧，來分享是係呢件嘅裏邊係類似心態嘅名譽工作教授老作坊，分享教授。嗨，大家好，今日到歡喜來天台，有機會同大家人聊一聊。耶，歡迎羅教授分享教授。其實真嘅基本請歡喜做得按樣面對面就訪問教授，不過其實我有些緊張，因為抽到鴉片嘅係一個哇台灣的很傑出的女性科學家。不好意思，真的，因為一般哈我們的刻板印象裡面看到嘅科學家都男性居多，對不對？哈，我們個誰某一年嘅卡少，嗰時候 TPL 來講一下，就會其實我們的羅教授有得到是女性科學家的殊榮。好，唔單止按樣嘢，還有重要嘅講嚟講哦，就會世界同步衛生組織頒布老教授嘅2020傑出貢獻獎，傑出貢獻獎，要真重要吼。對，因為很難，很難，他的大概一年吼，全世界不到3個人。然後我大概是台灣第一個，來賓掌聲鼓勵，眾賞鼓勵呀！要真給親朋友，不過講實在話，大家講到按樣嘅東西，談起來吃到輕功用，不過又知道哇，那是什麼東西？聽起來好像很難，可是事實上科學離我們很近。對不對？就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不過總是有一群默默的科學家，在一個我們大家的一個地方，默默的做貢獻、做努力。對，所以說今日要特別把它搬到熒幕前來，讓大家認識一下。不過講實在話，大家會知道，在今日都帶個羅教授研究嘅主題係嘛？嘅我覺得很有意思。其實離我們好近哦，跟蝦子下講係有關係。對，好特別哦。對，不過叫輕鬆喲。告訴你簡單的講一下你研究的領域。對，台灣慢語沒想到吼，個下工個片很重要。哦。但是後來個1980年以後，個台灣都懂好是下工啊。對。所以這個糧食危機，未來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食品啊。是真的，它像人一樣，因為會生病。對。那一生病的話，哦，台灣沒下工或者咧，然後大家的那個農民的經濟損失又懂多。對，所以我其實是從蝦病開始研究，一直到現在的育種這樣子。哇，太棒了！希望這個大家都有很好、有食品安全的、很健康的蝦子可以吃。你看哦，我就比較俗氣，我就說哦，我們有好的蝦子可以吃。可是教授就會講食品安全嘅問題。不過其實簡單同大家來講，其實經常做嘅就係蝦病毒的研究，對不對？下講嘅病毒，大家會說，下講嘅病毒有冇跟研究？哦，它其實是環環相扣。對，它可能是食品安全，是食物鏈，對不對？還有關係到我比較俗氣跟面兇，就會有沒有下工做的事，對不對？或者我們大家都覺得很特別，為什麼會選擇是下工偏偷跟研究？對，這個很特別又比較窄的領域，做這樣講嘛。你問到懂重要的問題，而且就是說我下決定的時候，其實下對了哈。哦，如果我當時是做人的疾病嘛，哈，是，然後也做了魚的疾病，但是我做的是跟艾滋病很接近的。我做得再好，我在世界上只有這樣一點點，比較多人做，對不對？對，就有點就是在城市裡面，你一直建高樓，是啊，那我就想到我要在沙漠裡面去造鎮，所以那時候這是那個這種蝦子的疾病，這個是一片沙漠，沒人知道，而且是挑戰，對，非常的挑戰，很有勇氣，而且你要知道，在海裡的生物，說不定它的那個病毒啊那些比較特殊，你可以找出很多很特殊的基因，然後給人類的疾病做參考，事實也是如此，所以我就下定決心，就是說。一下子我就跳進去，是那跳進去做的時候沒有任何的參考，所以這最適合我們，因為你是 pioneer， 你是那個先鋒者，對不對？對，你要去沙漠裡面，你一塊磚，你的一塊土都要你自己想辦法送到那裡去嘛，哈，所以再開始我們做，那我覺得說，如果我是做人的病，我可能做不到像西方人那麼快，可是做這個的話，我要一直用腦，一直用腦，我覺得說很適合
我们来做。所以泰卡贝吃豆公，你看哪个问题黑？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虾病毒领域的研究？顾寿高叔的回答让我觉得，其实就是他的态度跟精神，对不对？再加上那时候大家完全是束手无策，是看到整个东南亚的虾全部死掉，那非常严重。是在1992年对开始到1994年的时候，啦，一个大新闻，就是整个虾的灭亡。对，我就是做那个病，你就是在那时候决定了用态度决定了你的勇气、精神。反骨，所以我切掉所有其他的实验，不管是鱼的实验、人的实验，全部切掉。我专注这个，我知道如果我不成功，我就死了，因为我没有回头的路。所以我学生一直问我说：“老师，你为什么就是只选一个题目？”我就跟他说：“我要断我的后路。”我觉得所以我才说这很有勇气，就是你只能往前，而且没有退路。没错，对，太棒了，成功了。没有，这个是慢慢就一步一步走，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跟着我走。我还没敌这边的，所以我贵人还有一群的年轻人，那懂分析，应该是大家一起努力，相互帮衬，然后成就彼此，然后觉得可以杠杠。没错，这样他们肯跟我去非洲，肯跟我去那个很乡下的地方。那时候越南的时候，你知道吗？连厕所都没门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到处跑。我觉得我是没办法，可吃虾子我应该可以。要黑公司 OK， 不过亚就会代表其实泰卡会底吼，为什么特别邀请老高叔了都亚片？其实你黑二公底有多成功的贡献，其实要告诉大家，其实。很多的科学家其实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没有人知道你的有几辛苦，他该享受的是成果。其实你就说是对的哈。这边有一点没有，我觉得辛苦，没有辛苦，因为我觉得我在享受哦。就你知道吗？我也一直跟我的学生说，你觉得辛苦吗？他说看到成果。对，就像你看到小孩生出来的成果，我懂。对，你刚刚亚片泰卡，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告诉你研究的是虾子，叫做白点病。对，也可以一种给，总言之，它是一种虾子的疾病。对，最大的 DNA 病毒。有那个针头症状哦，给大家大概哈，你知道它传染力非常大，它是一个很大的 DNA 病毒，复制很快。是。那平常它躲在它的身体里面没事，可是后来不是我们那种密集式的养殖吗？对，就是给它就是一个压力啊，所以它一下爆发，那就1传10，10传100，对，非常快速，是非常快速，所以它1个礼拜全池的虾子都死掉，好可怕哦。对，然后你知道你抢收上来的虾子，给它壳也软软的，然后母生。真的不好吃，也不好吃，也不好吃。可是它可以吃吗？可以，它是完全不会感染到那个节肢动物上面的都不会感染。是。故说泰卡斯豆其实唔会有乜该传染嘅疾病冇错，唔过泰卡就会说那就好啦。可是重点是，其实这会影响到整个虾的生态，可能虾有一天会灭绝。对，它就没有了，然后它的口感也不好，然后那个。一个不定时炸弹，所以这对渔民来讲也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对，所以我们才说它环环相扣。你刚才讲的是虾这个物种，对不对？但是影响到社会，影响到经济，对不对？影响到渔民，对。然后我们吃起来又刚很好吃。就这样。不过泰卡会吃豆公，为什么会有按用下工嘅病毒几个类型黑马改哈？我这个其实是。简单同泰卡的供应哈，其实主要是因为其实有时候像走私啦，没有检验的虾种，好，其实当然问题你可以按简单，不过就会就大点同泰卡的供应还有就会像有一些染疫区的虾池可能不当排放废水，按容易感染它旁边的，而且感染有汤豆形上供那个压力也是，对，压力，好特别哈，对，像说突然下一大堆的雨的时候，是。对，好像在大海中带源生物增加，在开放式的海域扩散。对，不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刚刚说过是归类起来的大点啦，但没有这么简单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讲完，而且是非常的复杂，不然怎么是科学研究，对不对？好，不过公司开发给两次形上，你要去做按用跟研究的时间。你说，你看哦，我们刚有看到照片呐，就好想来跟你去，像是非洲啊，哈，越南啊，然后欧洲我们都去了。
是，不过一开始这是比较后面，但是一开始你自己周研究给时间，也是你自己单枪匹马。哦，那单枪匹马，对不对？而且听说还要拜访很多的养殖户，是吧？对，哈哈。但那是拜访养殖户，就在它后面一点。在前面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做肝脏病毒表现载体系统很红，非常红，学生很喜欢。所以我一跳做虾子的时候，没有人要跟，哦，所以我就是要自己做。是，那时候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蛮苦的哈，那大家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等它做出来以后，我们就要宣导，那时候就要去拜访养殖户，对，然后帮养殖户解决问题。是，所以我们曾经花了将近国家型计划300万，然后帮忙台南的。那些渔民，然后检测他的虾子，然后就告诉他，你要1礼拜以内全部死光哦。哇！你要数牙还嘎嘎数。哇！你这样子去，他们会觉得很害怕，感觉上好像来告诉我一个很严重的消息。说着也是，看起来是很严重的消息，但是我们的预警没有错过，所以后来他们就愿意知道说，哦，我再也不要养带源的虾啊。OK， 对，所以也算是解救了他们。对，就是大家要互相互动。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虾的养殖会复苏。如果你还是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安尼怕要抹奈何。不过公司在发给龙是去到给片的时候，要拜访他们，要做这样子的互动。你看，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专业领域，会觉得哇，你讲的话他要信才可以耶，对不对？而且给龙是黑面会讲好路好。就是河洛语，对不对？给这样走的才可以沟通嘛，对不对？会不会有困难？有啊，你不过我动到好长的要讲河洛话，那所以给我用那个罗马拼音，就是注音符号，帮我把它这个稿子。好棒哦！但是有点不幸的，就是我的同时，因为我们是走比较前瞻，就像有点像那 COVID-19 一样哈，你是。要预防你的那个工位可能是很重要啊，那治疗可能是那是后面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又是另外一派的学者，他们就说有药，所以他们要听那个，他们不要听我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真的是要直接面对面沟通哈。其实还有动改故事，告诉做聊到大家的分享，一定先聊下，等下长来讲。今到晚做啲绕墙道，你台湾嘅5型科学家罗作峰教授来到节目地，读了大家的分享，哇，真的跟教授聊天好有意思哦，哈，对，也可以学习到很多新嘅知识、新嘅东西。不过上段节目台家有讲到，就会去拜访这个养殖场，哇，学生还写拼音，对，帮我把它从那个国语换成那个台语，对，好好玩呐，就回忆起来。不过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对。不过跟杨师有讲到，就会其实要养殖户去，你看到一个教授，一个 C 模拟来到鸦片，跟我讲一个，我的虾可能有问题哦，然后要预防哦，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呀后，沟通呀后，其实也是教育，对不对？所以其实不容易耶，尤其是一个女性的这个科学家，你说的是真的吗？那时候也会有安永给质疑，从吗？有，就觉得说。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讲啦，你只要跟我说，你要给我什么药这样子，所以有点可惜哈。但是我们就要努力改变现状。那个到国外去那个养殖户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因为他们是从来就是几百年的科学素养，所以一般民间的科学素养也不错。所以你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把你带成上宾，然后很认真的做笔记。哇，所以就是说，我有时候感觉上会有一点点难过哈。但是现在，我看到整个社会，然后整个的那个养殖户的那个素质升高了，然后对于这种防疫概念已经很好，所以我觉得是有救
有进吗？不过告诉公也是对的。比如说安永的东西其实会慢慢的进步，慢慢的进步，不要放弃。其实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啦，就是说因为第一台版跟世界可能以前跟神法看困苦，或者说你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就不要跟我讲这么多，我肚子要温饱。对，你没公安懂，来个下工，只要空填就好哎。对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有没有药让他治好？因为我还要做生意，就会按永给杠钩。对，所以我觉得这跟整个过去的历史背景有按永给关系，不过就会慢慢希望做得改善。所以这是科学素养嘛？对，其实我知道科学素养真挺轻重要，还有科学的重视也很重要，因为其实这是培育一个国家的强盛，对，因为你有按永给创造力，你这个国家才能强盛，没错，你国家强盛，经济也会好。我们两个这样有太严肃吗？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软实力真的很重要。对，我觉得你看啊，吉布吉没会强调这件事情，真的，因为泰卡就会知道我要强盛，我要好强盛，你的科学要强，科学要强，从小科学素养就要培养。你太好了，你真的是可以去上课，真的大家都是说是从小，是不是？对啊，嘿没嘿的，那个不用都好搞，真的很多国家的科学国家强盛科学，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培养这样的科学概念。你要有创造力。对，太棒了！今天感觉上有遇到知音。对，我共同鸦片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也透过吉布尼按永给节目，大家可以一点一滴的来认识跟了解。对哈，真的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哈工的议题。所以经过这样子的努力之后，其实一年下来，欣赏给团队你成功的培育了虾苗。对不对？泰卡就会知道这有什么不一样。我看了老师的资料之后，我还都得给他按够。你虾子生病了，你去治病，其实你的关键是你在上游上头，你给一个健康的虾，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哦，你那么用功呢？真的要访问欣赏，压力很大，要去做一下功课。所以老师成功培育虾苗，对不对？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沿海，你刚刚上面也是，台湾沿海的那个虾根本就已经污染了嘛。所以你直接从那个抓上来，如果生产的话，它大概也是一样，它的苗也都是有带源。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从育种，育种的话就是要三级的那个检疫制度。是。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几千只的虾子里面找到1只、2只、3只，就是它的。很少，比如说懂天空，没有病毒，然后我才把它弄到我的中心，然后现在我有培育出30几个家系，然后它生下的虾子就很健康，不会带病毒，太棒了！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虾作为最源头，没错，虾苗育种，对，那何必担心后面嘞？对，就没有后面的防御、教育什么疫苗、说药都没有这一端，后端就不用了，对不对？所以在花莲唐贡蝶法莲还有养殖场，有，就是说我在成大是在台南嘛，哈，台南安南那个地方有育种场。那我就可以生产健康的那个种虾，一代一代，我完全不是出哪一个物来吼，就是实验，然后它代代就一直传，就是有那个很好虾苗，那我们做遗传配种，让它产生最好的虾苗，那我们就送到那个花莲去，有一个3公顷的地方养，这个哈，我们现在是研究单位，我只要养成功，我就一定就是整个，就是让渔民可以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学到的东西啊，要很快的就让渔民可以得到。好棒哦！所以我希望明年我有足够的虾苗，我就可以让那个渔民不要再去买那种带着病毒的虾苗，那个真的是养不大。对，泰卡会吃豆公，虽然那个虾病，那个有病的虾，泰卡是够好，其实你如意不会用哎，可是你为什么要去一直吃一只生病的虾？对不对？换个角度讲，它有给干高，对不对？你做对吃到天孔给虾，不会清后美，对不对？而且你跟我欣赏跟我鸦片哦，其实老师刚才欣赏刚才跟我虾苗的时候，我觉得我好不专用啊，真挺清楚有没有不同的品种？有没有虾？有吗？有哦，真的，因为我们养的时候同样是草虾嘛。对，我只针对草虾，我的毛病哈，就像我研究病毒的时候，我虽然别的也会去了解，但是我会把一个全部把它弄得很清楚，就是白点病嘛哈。对。那我现在要做育种的时候，白虾是美国人做出来的，那我觉得说好草虾
这个是很适合我们来做，那我就开始做炒虾的育种。那这个老实说，这个非常非常难，因为它的难度比白虾难，所以美国人才没有选这个炒虾。那我们就开始就再一次看到老师的挑战有没有跟态度？对，挑难的做这样子。对，老天爷给我们很多机会，就是让我们就是这样子一路很顺利的，就是说同样是炒虾，我有长得快的，我有说天气很冷不会死的，我有天气很热不会死的，就是说我们叫它为品系，就是说同样是炒虾，但是它有不同的家系、不同的品系，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就是你要有兴趣，然后要有理念，不过科学有时候研究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前面可能花了20年、30年。可是你不就是等待它成功的那一个时刻？对，说到这，不过共同鸦片太卡就知道，哇，好像真的，我是觉得很了不起，可是就会一直想到吃虾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老师你应该也很会驻吹啦，那他懂会驻吹呀。那个以前我在台大生科院当院长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说我等一下要就我们在开会哈，我在匆匆忙。他说罗院长你怎么那么匆忙？我说我要回家做菜哈，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可是我跟他说给驻吹呀，是我舒压还有就是说是我很好的，我就是晚上8点、9点、10点，我跟我先生2个人去面手推搞书一起回去，我们一定就是自己做饭，所以那个是对我来讲是我的嗜好。我觉得好棒哦！我是听到一起做饭，一起。姑说对起来公鸭还熟鸭给一种。对，然后他说外面的菜都不好吃，这样子就骗我一直自己。原来会按油你，这个是好方法。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棒。第一，我们听了也开心嘛，然后也自己做，然后又舒压，然后也吃得清孔天。对起来讲，你看他只要说好好吃哦，原来又可以一直在家里吃，对，你看这双赢的局面，对。不过共同鸦片其实。如果我说告诉我这个研究以外，如果我们要去私宠买给哈公，有没有什么挑虾的好方法？如果你要叫我挑虾的话，我会摸它的弹性哈。OK，就是有没有光泽？对，有光泽，还有它的壳啊。眼睛有没有明亮？然后那个壳，眼睛它同个同个咩？其实同个鱼的较无同样，跟鱼不一样，没有不会讲很闪闪发亮，所以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弹性。然后它的壳要也硬的，不要软的。OK， 因为软的哈，它有些它在处理不好的话会太寒啊。给海水会进去，给刚脱壳脱。OK， 所以重点就是熊前面会讲你会买给哈公的时间，就是它的壳要硬一点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它要有光泽，对，然后上面不要有什么黑的那个细菌感染下来的残或者是。可是最新鲜的哈公，做的公你都失踪，就看到它活跳跳，黑公那种是不是就是最新鲜？也不一定。是啦哈，但是这感觉有点犹豫。但是因为现在虾子不好养哈，对，所以大家可能要维持它活跳跳，可能要终究我们在闲着，不是叫闲着，我们还是要了解外界的状况，所以以问题拿了。测一下，了解，然后测一下的时候就发现，它怎么对任何的那个抗生素都有抗力？了解，OK，所以我们会比较犹豫。是，那我们自己养的时候就很注意这个，因为如果你要一检查它，你有方法的，是，所以我没办法骗你。所以听高叔按讲，就是说有时候活跳跳很会注意一下，还有没有开故事？你先聊下，等下再来讲。今日
绕墙的黑罗作风告诉哈，这个教授来到这边呢，聊得很愉快，觉得时光过得好快，对，然后又怕公发穷家有没有语速太快，又想聊多一点东西。不过刚才讲到就是回到家会跟先生一起做饭，对不对？听说有一次好像为了做研究，要抢那个哈公给新鲜度。忘记回家过年是吗？不是忘记，是没有办法回家过年哦，因为给整只死掉嘛哈。我必须就是在它剩下的还没死掉的时候，我希望拿到是新鲜的病原体，因为那时候病原体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是，所以我要抢时间，对，所以就抢时间，所以就抢到没有回去过年。对，所以不是忘掉回家过年，是知道说，你知道我跟学生讲，你做什么事情哈。你要有自信，然后你要知道你做得到，然后你一定要咬紧牙根撑到最后1秒钟。怎么办？我觉得我有被鼓励的感觉。对，不然的话就是很可惜嘛，赌西从牙面前勾眼的，那勾眼照哪个哈，你在哪里都要得好嘛。真的哈，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精神跟一个态度，对不对？然后抢时间。不过你知道。喜常，你知道我们 Foki 磊都有个小单元叫漏顾撵仪，就是俗谚语。好，今天我要在老师的面前呢分享一句漏顾撵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企划好可爱，请等一下。他说：“义理姐，我觉得哈那个高酥那个虾子哈抢那个新鲜度，我觉得跟这一句很有关系。可是我们看有没有关系？头大家来分享一下诶，我用海陆腔念哈，佢讲：西天爱穷县，割窝爱穷天。”其实意思就会讲，以前给你私田，然后割窝，然后其实就是你要抢时机。怎么说呢？就是说天气好的时候你要把握，对不对？还有哦，比如插秧的时候，你要赶快抢先，那个雨量多的时候要走。老师，你好像很了解这个以前农务的这个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对不对？对，这个时机真的很重要。我们常常都觉得说。老天爷跳公狼哈，其实是你自己很刻苦耐劳，知道很严谨，知道不能放弃的时间你就得做。对，然后改时间要赶快抢好天气，因为你要晒谷，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是被动的看天，你自己要积极的去了解，没错嘛哈。好，亚就会给不给漏顾演绎。那老师，你们觉得跟你的研究精神也是蛮match的？青琼哈，对，看起来我们这一句选对了。那小薇，你改用轻朋友的提醒机前面前面躺到两几位也会觉得是，这就是一个态度，对，一个态度。请给还有哈，希望大家改修波动态哦哈，西天会穷县，国波会穷天。好，如果你亚团节目其实短短的时间，我们刚刚聊的都是欣赏给转移啊，亚团讲一些较生活化的地方。听说这个全家都科学家，女儿也是研究生物是吗？好可怕哦，这样会不会有一种良性的竞争？会吗？会啦哈，可是，我应该再稍微一点点多加一点点，因为我在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他当时也在学校当校长，很忙，但是他一定是一到假期就带我们去公园去爬山，然后去吼巴笋，去看看捞虾子，还有走旱的哈，所以一直接触大自然啊。那对我来讲，我就引发我的兴趣。那到了我女儿，你去看看，会带给去钓鱼，我会带她出去玩。所以，然后我先生我要带给去一个捉昆虫啊那些。所以这种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说潜移默化跟影响，对不对？所以好，我女儿现在是我的竞争对手。那。但是我也觉得是很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你看我就是说比较拘谨。我如果我演讲的时候，我真的是所有的东西排版到我要讲什么哈，我是从我上一次的1年前的演讲我会接下去。但是我女儿他们都会比较开新潮派。所以他是要吸引那个底下的观众可以听，因为他觉得年轻人会觉得你有听到听进去才是关键，没错，要不然就是无效传播。对，所以你跟女儿有曾经在同一场的会议上面演讲，而且是先后顺序对吗？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说姓罗的跟姓王的是同一家 ，OK， 外国嘛，你先供啊，他接在你后面，是不是？哦。而且他事先都不给我看稿子，然后我还蛮感觉骄傲的。当然，因为他是一个新人，他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对，如果他用我的那种同样的那个形式的话，我觉得会输。但是他创新哈，他也知道说
我要怎么样子跟，因为我怎么讲他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要论学术成就，那当然妈妈是前辈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我已经慢慢的。很吃紧了，但是你看妈妈爱用公要吃都轻骄傲，以为很奇怪给摸耶，对，然后但是妈妈是前辈，但是演讲的时候她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对，所以其实在现场的时候，那个妈妈下台想说好啊，竟然用这一招，是不是？好啦，给你赢啦，所以原来大家不知道，后来因为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小朋友这个怎么演讲讲得那么好，他就说哦。那个就是罗教授的女儿，有人知道嘛？哈，就那时候他很快的 ，OK， 现在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像你们这样子在家里吃饭是翻个时间，因为你看嘛，就是全家都是学术界的，我们说学术界的人，还有共同合作，一起发表论文。哇，有时候偶尔，感觉上可以拍成电影好像可以做电影题材，因为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互动。那个在饭桌上的互动，应该跟一般家庭不一样，会不会？一样。我们严禁在不能讲，是不是？OK， 是半个世界总得讲下讲的一些疫苗、研究病毒，我熊吵，会吵架，因为本来是愉快的吃饭，然后突然一个讨论一个议题的时候，各自发表这个学术这个想象的时候，你看每个人的眼睛都变直直的。真的吗？然后就开始论述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爱吃都很用，对，哇，那突然整个气氛会不一样，对，很严肃。真的会吃不下去。真的吗？后来就规定大家不可以聊这个，对。我觉得在饭桌上就聊聊交男朋友或交女朋友比较轻松。大概我们种的花种的草 ，OK， 或者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如果一讲到有关真正科学的事情的话，你要也很严肃。是，你不要随便回答，随便回答你就害死他。也是，也是。我要分享一下，就是跟当国小老师一样，就是国小给欣赏没中的青菜工，因为就你怎么那么严肃？他说，我都在面对小孩子，对不对？我不可以开玩笑。但是小朋友是最相信你公妈给给丢就心这你跟刚刚欣赏工的态度会强勇给。不过其实你看这个罗高树黑一个女性科学家跟摩耶亚黑，其实本来也没有同阿有合作，我先生跟我也有合作，很懂他一个题目，你们家的西散也合作，你们家的网络真的很密集耶，而且每个人学的不一样，但是又有共同的企划，对，共同计划，就是题目可以，但是那里面的分工很哇，那个比如一样是化学领域，还是可以有化学跟化学重叠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路子可以走。那个合作都是很厉害。OK， 那要不要改天应该邀请你们4位一起，对不对？然后做一个访问，没有看看现场。我先生真的，我先生2年前他身体其实比我健康，2年前就落跑了，就离开我了，是到天上了，当天使，所以是人家邀请到4个人太难了。没关系，他还是在那边守护着大家这都会爱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人家跟我说，你没有办法让老天爷带走好人的。对，而且。对啦，因为而且好人也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就会暗涌共好。突然我们就又走到了一个哲学的路子上面。对啊，但是我对人生是就这个，因为我跟我先生等于是从19岁一直认识到就是2年前嘛，很浪漫。对，因为我会找他当先生，是因为他打乒乓球输我，还他那时候打乒乓球，他说我让你10球，你就知道对女生的那种一般人对女生的看法，他不知道我是校队。然后 OK， 所以后来他输了，他就哈哈哈这样笑一跳，我就他小时候找一个他一定稳赢的来挑战你，而且他还让你10球，因为那时候你们比几球？比21球，比21球。OK， 他就想说，好，我让你10球，我赢你我一下就赢了，没有想到他输了，而且他没有打到一个球。然后我最主要我看到他的态度，他就笑一笑，所以他是我这个事业的非常好的支持者。他就是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早周人请了做老公哦，然后就这样子，是好棒哦。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你有请老公，这个要想清楚，你未来你要做什么。你看科学家就会按钮你连找老公都想得很清楚，理性，给些理性分析，给些分析过的哈，每台家知道有 feel 就做得了，我知道其实给你同罗高树按钮大追股，我觉得。好开心哦，因为可以感受到罗高树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个特辑，
就是这个老高叔的恋爱史，对，然后教这个台港用的先后跟老公，爱用在轻松呀。不过节目真的就只剩下最后的20秒，来真的非常刚才现场的都鸦片筒台港的分享暗章的个故事。不过我觉得。也是要鼓励在这个科学路上，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我觉得更要鼓励我们的女性科学家。对哈，谢谢你们在这一路上的这个奉献跟带来的协助跟帮助，这样子。所以谢谢老师，老师黑公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到鸦片筒台港的分享某天的故事。你现在就知道我上课很不会聊，然后这个聊天我就好像很家庭似的。对，下次找女儿一起。好，对我想要看，还有我儿子，好，我想要看一下你们可以带出怎么样家庭的碰撞火花，我很期待。对我儿子、我女儿，大概所有谈的就不一样。太棒了耶！感谢欣赏，谢谢哦。好啊，乡亲朋友，希望大家今日收吧，共同动态天天下来，你看下来做认同了。中戏福喜里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里界免數傾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